建平里伫每一档的春节的前2礼拜拢会举办跳蚤市场。15岁下晡2点到5点，伫建平里的活动中心除了有跳蚤市场以外，现场嘛邀请到东区区公所政风室主任杜建中来到现场为大家亲笔写春联，送予黎民。很高兴到邀请到我们那个东区的政风室主任杜老师来帮我们写书法，因为他去年有帮我们来义务写的时候，但反应效果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年再邀请他。那我们配合这个我们的1月15号，我们下午2点至5点的跳蚤市场，还有商品展我们就搭配了还有许多，刚才讲的那个写春联免费写春联，再来我们有请那个面相老师一个杨小姐，还有她女儿来过来来做面相，还有那个塔罗牌的那个义务免费性的算命。那我们当天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2手商品义卖之后，因为我们会准备一些2手商品来做义卖，那我们义卖所得的钱呢，作为我们的爱惜基金会。里长傅建峰为着要让活动更丰富，特别邀请2位名理老师提供民众来提问问题，佮有提供现场的企业式猎人免费体验。东港为着要响应环保，鼓励民众会当把废弃的电池佮有光碟片带来现场来做回收。活动为所提供的生活用品，欢迎大家伫咧15岁当日会当小招来参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看中间。